什么叫应作为而不作为？这个东西好像没有所谓的界限了。以前去做什么服务是有 SOP 流程在，可是当这个判决出来之后，很多人都说：“你们社工在焦虑什么？是因为我变成没有规则了耶。”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：“只有社工应该紧张。”其实各行各业人都要紧张哦。如果真的这个保证人无限上纲的话，举例，如果说今天我的孩子在学校被其他的同学霸凌，我可不可以把责任回归到老师身上，应作为而不作为，导致我的孩子被霸凌？去健身房可能是我自己使用运动器材不当，可是你有看到我，怎么没有来告诉我使用不当呢？你应作为而没作为。大楼的管理员是不是也要负连带的保证人的身份，来保证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是安全的？我只要在公共领域跌倒，你应作为而没作为啊，本来就是要看有没有凭啊，为什么没凭害我跌倒，我也可以来就责。如果真的要这样无限上纲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